台南市长黄伟綽骑着脚踏车，后面是中运会盛会代表队，扛金城国中田径队员超过60个人，拿着全国民众的祝福，将舞会顶完成安坐仪式。请市长用火炬点燃母火灯，熊熊的圣火象征和平、勇敢、团结，生生不息的圣火犹如我们台湾健儿。在台南市境内总共跑了400公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年2024年就是台南400，所以欢迎圣火都回来，也可以入火安坐，能够让所有的圣火一定能够让我们的全国运动会赛事进行顺利成功。盛会为9月25号为延平郡王寺出发，经过全台12县市的观光景点，10月16号返来到台南，走遍37个行政区。132年全国运动会是台南的大代志，市府以办喜事的心情筹比赛会，希望呈现古都400档，全运更澎湃热烈氛围。这个圣火的行销不仅是行销了全国运动会，也行销了每个城市的重要的观光景点，那也行销了台南。我觉得是多赢的局面。全国运动会伫10月21号到26号伫台南盛大举行，到时欢迎大家来到台南替参赛选手加油打气，尽速感受台南古都的魅力。台南新闻苏怀采访报道。